伫台北市树林的儿童新乐园是由台北捷运管理。今年去晚吸引超过54万人次入园。不过，这阵儿童新乐园的美食街逼出食安危机，有一厂商出现饭煮无透、食米有糖、碗箸无清气这个情形。台北捷运要求厂商后个月19进前要改善，要无可能会解除契约。拜六假日，未少家长带囡仔到台北市儿童新乐园去佚佗，巴肚枵就去美食街食物件。不过，其实团是部分店头环境卫生有问题，引发家长的烦恼。也是会担心啦，就是有时候他们可能在后台里面做的什么样，到底是怎么样料理这些食物的？毕竟小朋友吃的东西，对，如果说有什么状况的话，其实家长还会蛮关心的。台北市议员林延芳进前接到民众陈情，发现美食街野面食堂青菜乌气，四海有灵的水饺无熟，也有消毒味。花莲变色的变色有糖，二品院的碗箸无清气，才缺失。林延芳批评负责营运管理的台北捷运公司，5年来对美食街卫生缺失，敢若罚400，搁3000块，无想到这个宝林地色中毒案这个案例教训。儿童新乐园是家长带着孩子去旅游游玩，必须要提供一个良好的服务品质，吃也要吃得安心。所以蒋万安，请你拿出你的魄力，立即改善。我们全面清查，我们不会针对单一个这个业者，包括我们俄乐里面，我们会全面做清查。八节讲已经要求厂商在5月19进前限期来改善，同时也检讨自主管理的制度。若发现重大违规情节，无排除要求业者停业。另外，对着有民众反映，美丽新雅城的物件敢若无熟，台北市卫生局强调，16已经完成稽查，发现多项卫生缺失，已经下令业者23进前改善完成。到时阵的无定期也被通知会去复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